飯桌得返4個位，但今晚坐咗6個人。舅父攤開咗一張紙，係伯爺留落向嗰層樓嘅契，冇人講話，得返冷氣機嗡嗡聲。表哥夾咗一啖菜放落口，但冇咽落去。阿媽手指喺台布底下輕輕摸住自己嗰隻戒指。呢一刻，屋企人個個都覺得自己係好人，但個個心入面都喺度計緊數。呢種感覺好多人都試過，但好少人講得出口，唔係貪心，係恐慌。恐慌一旦呢個數目浮咗出向自己一直扮緊嘅嗰個我唔在乎嘅人，就會即刻穿崩。點解最唔講錢嘅屋企人反而對錢最敏感？香港人特別識呢種沉默。茶餐廳侍應問同舊底，但對面嗰個位已經3年冇人坐。屋企 WhatsApp 群組自從上次為咗醫藥費爭執過，已經3個月冇人出聲。表面上大家都話使乜計咁多，但呢句使乜計嘅背後，往往藏住整個屋企最深嘅傷口。心理學家榮格畢生研究人嘅內心結構，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發現叫做陰影。陰影唔係邪惡，亦唔係邪惡嘅相反。陰影係一個人自己唔願意承認，所以掉咗去黑暗入面嘅嗰部分，而呢部分從來冇真正消失過，佢只係喺度等一個觸發點。對好多人香港，呢個觸發點就係錢。榮格喺自己嘅臨床觀察入面寫過，人對金錢嘅反應往往同道德修養完全無關，反而同一個人對自己存在價值嘅恐懼有直接關係。一個喺人前慷慨大方嘅人，可能私底下為咗1000幾百同伴侶嗌到面紅。一個口口聲聲話錢唔重要嘅人，往往係最驚自己原來唔值錢嗰種人。呢入面其實有2個自己，一個係榮格講嘅人格面具，你想俾人睇到嘅自己，大方唔計較，識做人；另一個係陰影，你唔想任何人睇到嘅嗰個，計緊數，驚輸，驚被人睇穿，自己原來幾驚。人格面具同陰影從來唔係敵人，佢哋係同一個人嘅2塊鏡。問題係大部分人窮一生精力打磨嗰塊大方嘅鏡，然後喺嗰個分家產嘅瞬間，先發現另一塊鏡早就喺度，從未打磨過。一位退咗休嘅工程師，半生靠手藝同公道做人，屋企人個個都讚佢慷慨，直至父親離世。分家產嗰晚，佢企喺廳中間，聽住細佢7歲嘅妹妹爭辯。阿爸明明話過嗰層樓係俾我，佢突然發覺自己嗰雙手喺震。佢後尾同治療師講：我唔係贏緊一層樓，我係驚如果我退讓，就證明咗我一直都係冇用嗰個。呢個就係陰影嘅運作方式，佢唔會喺平常出現，佢只會喺一個人最驚被睇穿嗰一刻，從後面跳出向。你以為自己唔貪錢？直到嗰次，你發覺自己暗中計緊，呢個唔係道德缺陷，呢個係每一個人都有嘅人性結構。只要你係人，就有陰影。問題唔在於有冇，問題在於你識唔識喺佢跳出向嗰一刻認得佢。舅父最後冇打開嗰張契，佢折返埋好，放入袋。屋企人繼續食飯，但有啲嘢已經喺空氣入面流咗落向一種大家都感覺到，但冇人會講出嘅嘢。冇人輸，亦冇人贏，但每一個人都喺呢一刻撞咗一次自己嗰塊未打磨嘅鏡。到底係邊個係驚？而你哋屋企嗰張契而家又喺邊個袋入面？你有幾耐冇問過自己想要乜？唔係想屋企人想要乜，唔係想公司想要乜，你自己想要乜？呢個問題聽落簡單，但好多人答唔出向。
唔係佢哋蠢，係佢哋驚踏出向個答案，會推湧咗自己半生建立嘅一切。退咗休嘅星期一，瞓到幾點先起身，自己都唔知。以前鬧鐘響係因為有人需要你，而家鬧鐘冇響係因為再冇人需要你。幾點起身？呢種空同錢冇關，係另一種空。你曾經想做嘅嗰啲嘢，放咗去邊？太平山頂夜景依舊。以前一家四口企喺度，而家得返自己一個，望住對面情侶攬住自拍，有一下心入面湧起一種講唔出嘅味，唔係妒忌情侶幾甜，係妒忌佢哋仲有膽去要。弗洛伊德將呢種驅動力完全歸納為性慾，但榮格唔同意。佢認為人嘅原始生命動力遠遠唔只係性，佢係創造力，係想活落去，想連結，想成為某啲嘢嘅渴望。性只係呢股力量其中一個出口。如果呢股力量喺人生早期被堵死，佢唔會消失，佢會改道，變成另一種樣子，流出向苦澀、嫉妒或者對下一代過分嘅控制。易經入面講，陰陽從來唔係話陰就係弱，陽就係強，陰陽係兩股都需要流動嘅力。一條河，如果你喺上游倒咗水，唔會就咁停喺度，佢會去第二條路，可能浸壞咗你後院，你都未必知道源頭喺邊。慾望同樣係咁。有一位母親經過改編，但呢種情況喺臨床上極之常見。佢年輕嗰陣中意過一個跳舞嘅男仔，但屋企人話跳舞冧巴假唔到食，佢聽話放棄咗，嫁咗一個屋企人覺得穩陣嘅男人。婚禮嗰日佢笑得好好，冇人睇得出佢心入面有一扇門輕輕咁閂咗，從此再冇打開。30年後，佢個女想同一個唱歌嘅男仔拍拖，佢反對得異常激烈，激烈到連自己都嚇親。佢同自己講係為仔女將來打算。治療師問佢：你驚嘅真係佢個女嘅將來？佢沉默咗好耐，先講：我驚嘅係我自己嗰個冇行過嘅人生。呢個就係慾望嘅暗道。你以為自己係為仔女打算，但其實你只係唔想再有人提醒你曾經放棄過嘅嗰條路。唔係性慾出咗事，係一個人曾經有幾多想做嘅嘢被自己悄悄收埋。收埋唔代表消失，佢只係坐喺暗處等緊一個機會，扮成關心，扮成為你好，再次出向。而呢種為你好往往最難拆穿，因為佢披住嘅係愛嘅外衣。屋企人之間嘅控制好少會打住我想控制你嘅旗號出現，佢通常打住我擔心你。太平山頂嗰對情侶已經行咗落去，佢企喺嗰個位，風好大，風吹過嗰刻，佢突然記得自己20幾歲嗰陣，亦曾經喺呢個位等過一個人，嗰個人後尾去咗邊，佢已經唔太記得。但嗰種等待嘅感覺，佢一直記得，因為佢從來冇真正等到。如果30年前有人問你想要乜，你會點答？而你而家又有幾耐？問過自己嗰個問題？茶餐廳老闆同伙計追緊5蚊散紙，追足3分鐘，連單都唔記得埋。伙計解釋話俾漏咗散紙，佢面色一沉，聲調都變咗，5蚊都唔記得，點記得幾百蚊嘅單？同一晚，佢請客戶食飯，一張單3萬幾，佢面都冇紅，仲爽快咁話咪要洗手，間張單我攤。屋企人都話佢奇怪，其實呢種奇怪係好多人嘅日常，只係冇人講出口。點解同一個人可以對5蚊咁緊張，又對3萬蚊咁豁達？呢個唔係性格分裂，亦唔係虛偽。心理學上呢種反差有個更精準嘅名情結，
情結係一堆喺童年某段時期因為強烈情緒而黐埋一齊嘅記憶群，佢哋會自成一個獨立運作嘅系統，完全唔受你而家嘅理智控制。呢種情結最易喺屋企人之間爆發，因為屋企係最唔需要戴人格面具嘅地方。同朋友食飯，大家攤分，你慷慨；但同太太為咗一出水電費爭執，成晚你完全變咗另一個人。唔係因為你愛朋友多過愛太太，係因為屋企人嗰種我哋係一家人，我唔需要扮嘅親密，反而最容易觸發你嗰個冇收過皮嘅情結。呢位老闆60年代喺香港捱過制水，嗰時一家7口輪緊4個鐘等一桶水，佢阿媽為咗一個早咗嘅水桶喺街市同人嗌咗半個鐘，個聲喺巷口傳到入屋，佢蹲喺門口聽到自己心跳，嗰種資源唔夠就會冇命嘅恐懼寫死咗喺佢身體入面。從來冇人教過佢點放低，佢而家身家過千萬，但每一次有人欠佢5蚊，某一個7歲嗰陣嘅佢就會即刻出向接手指揮。但請客戶食飯嗰一刻，出向指揮嗰個係另一個，佢嗰個努力咗40年，想證明自己想得到大場面嘅人格面具，一擲千金，唔係慷慨，係佢喺對外界宣布，我已經唔係嗰個冇水用嘅7歲細佬，兩個都係佢。冷靜嘅佢同情緒化嘅佢，從來唔曾真正分開過。佛教有個詞叫習氣，一啲喺過去不斷重複以致深深印落身體記憶嘅傾向，佢唔需要思考，一遇到觸發點就自動運作。淺嘅習氣往往黐住嗰段最缺嘅日子，唔係你而家有幾多，係你曾經冇過幾多。呢一代香港人好多都捱過呢種曾經冇過制水、租住板房，屋企7個人分一間房。而家就算供完樓、退咗休，強積金結算單上有6位數，身體入面嗰個驚冇水洗嘅細路從來冇收過通知，話而家夠咗。下次你或者屋企人為咗一啲唔成正比嘅金額大動肝火，可以諗一諗，爆發嗰一刻真正出向嗰個人係幾歲？飯菜涼咗，豉油雞嗰層油已經凝咗一層薄薄嘅白，冷氣聲、電視新聞嘅聲填滿咗本來應該有人講話嘅空隙。筷子放落瓦碟嗰下，叮聲，喺呢個飯廳聽落特別清楚。太太放低筷子，聲音唔大，但每個字都好重。你買嗰部相機5000幾蚊，連個盒都未開過。先生冇答，手指仲喺刷手機。佢心入面諗，咁多年我先買一次嘢俾自己，你都要計。呢場交表面係5000幾蚊一部相機，但喺場嘅2個人心入面都知道呢個唔關5000蚊事。榮格喺寫婚姻心理學嘅時候，用咗一個煉金術嘅意象，婚姻之合。古代煉金術士相信2種對立嘅物質結合先可以煉成黃金，但呢個過程必經一個階段叫腐化。2種物質要先互相侵蝕，互相暴露對方嘅雜質，先有可能真正融合。婚姻入面嘅爭執好多時就係呢個腐化階段唔好睇，但係必經。問題係好多夫婦以為爭嗰個係表面嗰樣嘢，5000蚊，屋企人嗰餐飯幾貴，瞓覺嗰陣有冇掂過對方？其實佢哋爭緊嘅係投射。投射嘅意思係你心入面有一啲自己唔願承認嘅特質或者情緒，你會不自覺咁將佢放喺對方身上，然後對住對方發脾氣，但其實你發緊脾氣嘅係自己。先生心入面有一個唔承認嘅孤獨，佢覺得自己呢輩子從未真正為自己活過，而呢個唔承認嘅缺口，佢投射成太太唔讓我有自己空間。
太太心入面有一個唔承認嘅恐懼，佢覺得自己已經唔再被需要，身體都唔再被想要，而呢個恐懼佢投射成佢淨係識買嘢俾自己，唔重視呢頭家。兩個人爭緊嘅其實都唔係對方，係自己嗰部分唔想再睇嘅自己。而最難嘅係性，好多老夫老妻結咗婚30-40年，身體之間嗰種親密慢慢變成一種沉默嘅默契，唔再有，亦唔再講。冇人想開口問，因為一開口就要面對一個更大嘅問題，係咪我哋已經唔再想要對方，定係我哋只係唔再敢要？唔敢要唔代表唔想要。好多人寧願相信自己已經唔需要呢方面，都唔願意承認自己驚被拒絕，驚老咗，驚對方眼中嘅自己已經唔再吸引。呢種驚，先生唔講，太太亦唔講，於是兩個人就用一部相機嘅表面戰爭，代替咗呢個真正想問但唔敢問嘅問題。呢個沉默往往比5000蚊嘅相機重得多。豉油雞嗰層油依然凝喺嗰度，但如果兩個人肯喺呢一刻放低嗰句你都要計，改問一句我哋係幾耐冇真正講過心入面嘅嘢，腐化之後或者先有融合嘅機會。6位數字，手機嗰個強積金 app 結算單跳出，向嗰一刻係6位數字，唔多唔少，夠唔夠退休，自己心入面有個底。但有一刻睇住嗰個數字，腦入面突然彈出向另一個問題，唔係夠唔夠用，係我仲值幾多錢。退咗休之後，呢個問題會變得特別大聲。以前你嘅價值由完美嗰張糧單證明，由公司嗰個職位證明，由屋企人需要你幾多證明。而家糧單冇咗，職位冇咗，屋企人各自有自己嘅生活，你突然發覺你嘅市值喺呢個世界嘅計算系統入面跌咗。呢種跌唔只係退休先有，性方面亦一樣，身體開始衰退，唔再似以前咁被需要、被想要嗰刻。好多人都會問自己同一個問題：如果我唔再有用，我仲係咩？有一位前銀行經理退咗休第3個月，屋企人發現佢經常無端端發脾氣。原來佢每日朝早仍然會着好恤衫，坐喺書房等一個再冇人會打響嘅電話。佢同太太講：我唔知自己仲可以做啲乜。佢嗰種惶恐唔係懶，係佢用咗40年建立嘅有用，突然之間冇咗市場。莊子有個故事，講有一棵樹，樹幹彎彎曲曲，木匠望一眼就走，因為呢棵樹做唔到洞，做唔到廚，完全冇用。佢生喺路邊，風吹雨打幾十年，冇人理過佢，亦冇人需要過佢做啲乜。但正正因為佢冇用，冇人向斬佢，佢反而活得最長，長到可以俾人喺樹蔭下面瞓晏晏，俾路過嘅人稍稍避一避日頭。莊子話呢個叫無用之用，一樣嘢嘅價值唔一定要喺佢能交換到幾多嗰個系統入面先算數。榮格畢生關心嘅叫個體化，佢唔係另一個成功學課程，唔係話你要變成更成功嘅人，佢係話你能唔能夠反嗰個唔靠職位、唔靠表面市值、唔靠仲幾有用都依然完整嘅自己，嗰個你出世嗰陣未被任何人標過價嘅自己。錢同性兩樣都係呢個世界量到你嘅尺，但呢條尺從來到唔到一個人嘅靈魂有幾深。退咗休嘅第一個星期一，你瞓到幾點先起身，自己都唔知，冇鬧鐘，冇人需要你準時出現喺邊，呢種空一開始好驚，但呢種空亦係第一次冇人問你值幾多錢嘅空間。
強積金結算單嗰個6位數字依然喺手機度，佢唔係答案，佢只係一個問題嘅起點。如果呢個數字完全唔代表你係邊個，咁邊個先係你？夜晚11點，屋企淨係剩低廚房嗰盞燈，2個位得返2個人，碗碟已經洗好，碟喺架上，水滴緊，一滴一滴。冷氣冇開，窗開咗一扇，有風入向，冇人講話。但呢種冇講話同好多年前嗰種冇講話唔同。榮格中年嗰段日子，曾經陷入長達數年嘅精神崩潰，獨自面對自己內心深處最唔願承認嘅嗰部分。佢冇逃避，佢將嗰段經歷一筆一筆寫成咗紅書。後世心理學界普遍將佢呢套理論嘅核心總結成一句話：人窮一生，大概都係喺學識點樣同自己嘅黑暗共處，而唔係消滅佢。錢同性只係2條最容易揭穿一個人嘅線。一個人對錢嘅恐慌，泄露佢曾經有幾驚冇得食；一個人對慾望嘅壓抑或者放縱，泄露佢曾經有幾唔被允許做自己。但呢2條線從來唔係問題本身，佢哋只係入口，通去更深一層。你願唔願意認得自己嗰部分一直喺暗處生活嘅自己？整合唔係話從今以後你唔再驚冇錢，亦唔係話你唔再有慾望。整合係你開始識得分而家呢一刻係真係缺錢，定係7歲嗰陣嗰種恐慌又出向咗。而家呢一刻嘅渴望係屬於你自己，定係屬於30年前一個冇被允許要嘅自己？茶餐廳嗰位老闆，如果有一日認得自己對5蚊嘅執着源頭係60年代嗰桶水，佢未必會即刻變得豁達，但佢至少唔會再喺夥計面前發脹。而唔知自己嗰股火真正喺燒緊嘅係60年前嗰個7歲細路。豉油雞嗰餐飯，嗰對夫婦如果認得自己嗰句你都要計，其實係我已經唔再被需要嘅恐懼。喺講話爭執未必即刻停，但2個人終於可以爭緊真正想爭嗰件事。一個完整嘅人唔係冇陰影嘅人，係識得喺陰影出向嗰一刻認得佢，然後話我見到你，我而家唔需要再扮冇你存在。廚房嗰盞燈依然開住，水龍頭嗰滴水一滴一滴。屋企人移咗民嗰個房間，門依然冇開，但今晚佢哋第一次冇喺度諗住嗰個房間嘅事。太太放低手，輕輕咁掂咗一下先生嗰隻手，冇講嘢。先生冇縮開。呢一刻冇人計緊邊個欠邊個，冇人問緊仲值幾多錢，得返2個位，得返2個人，同呢個屋企曾經有過而而家依然喺度嘅一啲嘢。水滴落咗，下一滴仲未落。